咱来三个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，阮搁一摆伫你的面前敬拜你。对顶礼拜伫加州，阮平平台湾人的教会所发生的代志，阮真着惊，总是阮来感谢你的保守，互阮平安。主，阮这个时阵要对你的话来三甲想，恳求你通过罗伯的嘴，互阮得到灵性的养持，互阮更较相听，互阮更较听你。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免。咱今仔日读这站路加第5章第1节到11节，这是路加版的耶稣招3个学生：彼得、雅各甲约翰。这甲马太甲马可无共款，马太甲马可拢讲吼，耶稣伫迄湖边行，看到彼得伫看到因两个兄弟伫敢若甲因讲来对我，因就物件放入去对耶稣。路加的描写吼，较 dramatic， 较详细啦。到底耶稣招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确实是安怎？老实讲，圣经学者中间真济。你若去读约翰吼，约翰耶稣招着彼得是对彼得的小弟安德烈带彼得去见耶稣，所以到底安怎拄着彼得甲安怎拄着耶稣？实在讲，圣经内底讲的拢无相关。我今仔日要对路加所讲的，咱来三甲想几项代志吼。我今仔日的题目叫做“所着行的路”。咱今仔日所读的伊第1节，其实真侪人要去听耶稣讲道理，所以显然耶稣已经不只出名，有真侪人要听伊讲。伊去到湖边，大家伫湖边，伊看到2只船伫遐。第2节甲咱讲，掠鱼的人要洗网，是安怎要洗网？前一暗暝去掠鱼，迄第5节彼得有家己讲，前一暗去掠鱼，掠拢无鱼。我想对湖的内底，网拍落去，拍真侪粪扫起来啦。离离曲曲的物件，因都爱去洗。所以你家己大概想讲，因彼得第5节伊家己讲，阮安尼去规暗去讨鱼，拢讨到拢无鱼吼。你会当甲想吼，因伫遐一定感觉昨暗母规暗，掠无半尾，摕着一寡粪扫起来，因伫遐咧洗网。因问安怎？因问讲，确定日黄昏的时，阮会当阁出海，阁来掠，会当代志卖物件整理你的。耶稣看迄只船伫遐无人，拢徛，大家拢徛伫湖边，真聪明。伊爬去咧船顶，叫船过较远，伊甲彼得借船甲西门借船对西门来讲，反正船伫遐用嘛，我若无要去倒遐。你若要用，互你用啊。伫即个时阵吼，因甲耶稣完全是无熟悉。因可能知影耶稣开始咧传道理啊，因为遐尔侪人伫遐要听伊讲，因可能小可知影伊是啥物人，总是因甲伊拢甲耶稣拢总无接触，完全是 stranger。所以耶稣对即个时阵的耶稣甲因的关系是，知影迄个耶稣，迄other guy，伊是另外一个人，甲因无啥物关系。耶稣开始伫遐教世人，第4节，路加讲耶稣讲煞，耶稣讲啥伊无讲，耶稣讲偌久嘛拢无讲，讲煞了后，耶稣甲彼得讲，伊拢无问彼得安怎，伊甲彼得讲，你船驶去较深的所在，伫遐拍网。
耶稣看因伫西望，知影昨暗一掠拢无伊啊，伊知。当伊甲因讲叫因船仔刷去较深的所在拍网的时，彼得伊一个讨鱼人，伊知影，恁伫台湾，你捌看人，那迄渔港的船仔出去，拢下晡时啊晚晚才出去，暗时掠鱼了掠有鱼啦，日头中无掠无鱼啦。这因讨鱼的人拢知影。耶稣叫伊日时啊出去拍网。伊头一个讲，我昨暗拼规暗拢无。毋过吼，因为你著安尼讲啊，好啦，我来拍网啦。差不多嘛是讲好啦，来试看觅啦。可能伊拄仔听耶稣讲话，啊，伊对耶稣有一个特别的迄落，互耶稣吸引，讲即个人讲话爱较听才会使。所以伊去，咱知影，迄个结果是因得到真济鱼啊。安尼船仔甲载甲强无够，啊，这是 happy ending 啦 ，happy ending。彼得伫迄个时阵看出来讲，即个人真正是甲别人无共款，伊真有关联，连掠鱼，日头中午有法度通掠着遮济鱼，这是毋捌听到的代志。所以伊拍伫耶稣面头前，甲耶稣讲。你离开我，我是有罪人，我毋敢甲你做伙。感谢你，互阮掠遮济鱼啦。毋过，我真正无资格通伫你的面前。这是对耶稣真尊敬的代志。总是耶稣甲伊讲，你免惊，对即晚起，你要得着人。过去讲彼得甲因两个同伴。就是雅各甲约翰两个物件放咧，所以对耶稣。我即摆特别讲的是吼，因三个人，迄早起啊，船仔转来，拢无掠着啥，一定足失望的，感觉做无做工做白工，总是因拄着耶稣的时。完全改变。耶稣甲因讲，因掠足济鱼，搁落去吼，因对耶稣。但伫因拄着耶稣以前，我今仔日的题目讲所着行的路，因所着行的路就是去掠鱼啦。掠鱼吼，有时啊掠有时啊掠无。迄日真正掠无，真失望。这一个真趣味的代志，伫因真失望的时候，拄着耶稣，一切拢改变。这是真有意思的代志呢。因伫失志的时拄着耶稣，对我家己的过去的日子吼，我真正经验足济摆。我无法度通凊彩讲一个例互你听，我经验足济摆，伫我想讲我无法度的时，啊 somehow， 我若讲恁听，你来讲啊，这拄好，我无相信迄是拄好，迄是真正上帝咧安排的。伫因失望的时，因拄着耶稣。啊，佫一项吼，因前一暗掠无鱼，你莫想，因前一暗掠无鱼吼，我住喺西望才拄着耶稣呢。因前一暗若鱼仔掠足济吼，因可能去市场咧卖鱼仔啦，耶稣伫遐因袂拄着，这你毋通讲是偶然的代志呢。伫遐有上帝安排啦。但对耶稣甲伊建议，讲你船啊。驶去较深的所在，我拄仔讲咧，讨鱼的人知影，日中昼掠无鱼啦。总是吼，彼得乖乖啊听耶稣的话，这是真无简单的所在呢。你问咧我的时候，我大概甲讲，hello， 你日头中你是要去倒掠鱼啦？我哪会知？我掠鱼掠偌久啊？啊！你一个目光教我掠鱼，安怎掠鱼哦？唔爱，你敢咩咧想？彼得拢无甲耶稣辩呢？
必定若讲靠我的经验吼，即条路袂通。耶稣那么，你目光哪知影什么要安怎掠鱼？毋过彼得，我嘛知影，阮拼规暗都无啊，日时也有可能。毋过因为你讲的，阮才安尼行。啊，佫一项咯，耶稣叫伊讲，过去较深的所在爬网。即句话真有意思呢。咱有时仔会失志吼，是毋是咱的周围的水伤浅？使去较深的所在，什么意思？较深的所在爱冒险呢？较深啊，老实讲，伫浅水的所在，遐无鱼啊啦，遐无鱼啦，你一定着爱去较深的所在。因前一暗，我嘛毋信讲因是伫最浅的所在掠鱼啦，因可能嘛伫深的所在掠，总是无就是无。这是一个信仰的冒险，敢毋是？信仰的冒险，因听耶稣的话，驶船去到深的所在，伫遐拍网。搁较要紧的，因改变因所着行的路，因改变因所着行的。即三个学生，因对耶稣了后，你读四福音段。真侪记载因三个代志，拢总因是差不多变耶稣的 inner circle 的三个人。真侪耶稣伫做的代志，拢带即三个甲伊做伙。耶稣去山顶变猫，带因三个人安尼。耶稣医病赶鬼，因拢看会到。伫马可第5章第37节。耶稣有一个晚会堂的，叫做睚鲁，因查某囝死去。耶稣去要互迄个查某囝过活。马可讲，耶稣带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甲即个查某囡仔的父母入去，其他的人，伊拢毋准因入来。因是耶稣伫耶稣的身躯边。耶稣所行的神业，别人看袂到，因看会到。伫克西马尼园，耶稣伫祈祷的时，入去到克西马尼园，耶稣叫遐个学生伫外口等伊。圣经讲，伊带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搁行搁较远，伫遐祈祷。所以因三个吼，迄日拄着耶稣，因绝对迄早起啊，因空船啊转来。真实是真善，因无想到讲耶稣伫遮，因为拄着即个耶稣，因所着行的路完全改变。当咱较长啊，才搁转来看即三个人的代志哦。刚才来即个weekend是 long weekend，Queen Victoria， 咱知影吼 ，Queen Victoria Day， 明仔载休困。英国的历史上哦，我有创一个 PowerPoint 吼。英国的历史上有三个女王啦，第一个是 Elizabeth I， 啊，第二个是伊的生日我袂记是倒一日，总是伫5月即档月啊，所以是纪念伊的生日 Queen Victoria。过来是即马即个 Elizabeth II， 这是。Elizabeth First 45年啦，Victoria 在位63年。Elizabeth Second 即马英国历史上做上久的是伊啦，即马伊做上久的。我吼老实讲，过去吼我对英国的风俗实在无真趣味啦。你若听到英国的风俗的代志，拢是 Elizabeth 遐囝拢出代志啊。逐个拢八卦新闻拢因兜，敢是安尼？老实讲吼，我偏偏安尼是安怎日本的风俗，咱拢毋捌听到即个故事，像咧这英国的遐尼济。我咱毋信讲日本的风俗拢无代志，咱因看袂牢，这民主国家就看袂牢。Elizabeth 这个囝吼，咱拢知影，出足济代志。
老实讲，我对英国的风俗哦，真正是无趣味。毋过，因为伊即个6月初2到初5吼，英国人有4日连的休困，就是要庆祝女王70年，伊执政70年，坐迄个王位70年的代志。因为伊是1953年的6月初2，伫 Westminster Abbey 互人，我还佫会记得，我迄阵还佫我即摆算起来，我迄阵才11岁尔呢吼。我会记得伫阮兜迄阵仔拄会晓看中文吼，国民校5年6年，阮兜的新闻拢等伫遐，我伫遐读吼。伫讲伊迄顶帽啊吼，内底讲啥物泉州偌大粒咯，讲恁有听，恁会记得有即个代志无？伊伫1953年的6月初2，伊做王吼，伊互人登基迄日吼，其实吼，伊的老爸伫1952年的2月过身去，英国一直无皇帝，即个伊的老爸敢若2个查某囝 ，Elizabeth 甲伊的小妹 Margaret，所以英国人哦，迄阵啊 Churchill 咧做首相，伊真毋愿互查某人做王啦，所以一直甲拖。因老爸1952的2月过身哦，伊一直到1953的6月才迄落坐位做王，所以哦，伊对开始就拄着足侪代志啊，伊做王了吼，这70年久，拄着偌侪代志。英国的国势伫70年久。伫世界影响力减足济去啊，咱拢知影。伫即中间有 Ireland， 迄个 IRA 伫要用暴力的方式，Ireland 要独立，苏格兰嘛无偌久以前有投票嘛，讲要独立，因为这拢甲伊有关系呢。伊做一个女王，虽讲是首相在换，毋过甲伊嘛有关系。佫一项哦。咱摕加拿大的国籍的是拢爱宣誓，讲爱效忠 Elizabeth II 吼。老实讲，咱几个人真正 take serious。坦白讲，我若无安尼，我 passport 就摕袂着就好啊，甲你讲啊。事实真济 Commonwealth 的国家，拢总开始在质问，咱敢有需要女王？加拿大嘛，真侪人安尼嘛，真侪国家拢总，澳洲嘛真侪，遮个国家感觉无需要女王，伊做一个女王，伊毋是毋知影遮个代志呢。这讲的方面遮侪代志，事的我拄仔讲，伊遐囝 Charles， 咱知影87，我感觉吼。即个女王一直毋落来吼，到尾传位互即个可能有关系啦。即箍袂使啦，伊嘛知影袂使。Charles 出现一个代志，过来伊的第2囝最近甲一个美国查某囡仔 underage 发生关系向告，伊直直讲无，这通讲这逐个人大声就讲无。总是听伊讲有伫 out of court， 无去法院和解赔钱啦，赔偌济钱无人知。为着安尼，女王将伊即个第2囝 Andrew 所有的职位拢甲拔起来。因为做一个老母要做即个代志，无遐简单做呢。迄若别人的囝真好拔，因为 Elizabeth 70年久吼。咱看真出门遮尔特权遐尼济，我相信伊伫这70年中间吼，嘛捌有迄落日子是讲，我是咧创啥？
无采工，这个代志敢有法度解决？最近出一本册吼，出一本册，我有创迄个册的名出来，叫做《The Faith of Queen Elizabeth》，是即个人写的，2019出的。伫即本册内底吼，伊讲真济关于 Queen Elizabeth 的信仰，这普通咱伫新闻看袂到啦。我拄仔讲到因的家族，就是拢讲因兜的八卦新闻，真少人去看伊的信仰。即本册我先甲恁讲，我无读，我敢若读 book review 那点，我敢若读 book review， 所以你毋通甲我问伤详细，我毋知影，我无答哦。啊，我嘛无迄落性命人读，即摆看到册就爱困，你敢知？我吼是对迄个 book review 看，有一个有伊提起过来的，我拣两个吼，就是1952年，伊知影伊6月1953年6月伫要互人封立做王的，迄个时阵，伊伫1952年的迄个圣诞节，伊开始发 Christmas message。你会记女王逐年的圣诞节拢有发 Christmas message， 恁捌注意了无？伊对1952年，伊知影。伊过6个月伫要做女王，伊通过伊的 Christmas message， 伊讲安尼讲，伊讲哦，我爱拜托大家替我祈祷，求上帝帮助我，互我有气力通接受我所要誓的约，就是伊6个月后，伊要做王爱誓约，伊讲，互上帝帮助我，互我有法度通接受我所誓的约。互我忠实服侍伊，服侍上帝，甲服侍恁大家，这是伊祈祷。拄讲的逐年对迄个以后，逐年伊拢有 Christmas message。Christmas message 当然少年耶稣的代志，耶稣的出世的代志。伫伊遐个 messages 内底，伊上爱讲的、上爱提起的一句话，就是耶稣所讲的。我来是要服侍人，毋是要互人服侍。伊常常提耶稣即句话讲，伊用耶稣的譬如，用上帝是好的撒玛利亚人。这是伊的信仰，咱普通伫新闻看袂到。伫2000年的 Christmas message， 可能是甲迄个。对20世纪要过来21世纪的迄个真要紧的历史的一点，伊伫迄个 Christmas message 内底，伊讲耶稣基督的教示，甲我本身对上帝负责，这个使命，是我的生命的 framework， 我的生命的主要的结构。伊讲耶稣基督的教示，甲我对上帝负责，我即个使命感是伊会传承来。70年共坐迄个位吼，老实甲恁讲哦，阮做牧师的吼，一间教会当人有10年就真熬啊呢。伊70年久，我相信即中间伊一定捌感觉即无采工啦。拄则我很艰苦的创啥？最近电视真侪关于 Queen Elizabeth 的节目，你注意去甲看。若讲到因遐囡仔，就是安尼啦，定，总是拢有一个真，大家拢伫学了伊，伫70年来对英国是一个真稳定的力，互即个国家。互伊的家庭会当安尼做伙。我老实讲，我家己的感觉，我毋捌伊伫公众的面头前哦。你看伊，哪像即马愈当然即个年岁，亲像一个足慈爱的阿嬷，对，你看会出来伊迄个，这是伊的信仰。有即本册，伊靠上帝。行伊应该行的路。咱搁转来看，即3位兄弟吼，彼得啊、郭解约翰，
我拄仔讲，因对耶稣，因所行的路完全改变，因对掠鱼变做耶稣的学生对耶稣。掠鱼有迄个无彩工，做白工的日子，对耶稣敢无？嘛是有啦，嘛是有啦。对耶稣，恁若读书学研究，对耶稣，因有真欢喜，真 exciting 的时间啦。嘛有迄个真正是敢若有迄个感觉无彩工伫做白工，迄个时阵。伫马太第19章第27节，我读互恁听到吼。彼得问耶稣，问讲吼，阮已经放下一切来对你啦，阮会得到什么？你想伊问即句话时的心情安怎？伊一定感觉讲阮安尼一日间咧行来行去，你是咧创，你是咧创啥啦？敢是安尼？阮放下一切对你呢？是要创啥？耶稣安怎甲用？我读互恁听。耶稣讲：我实在甲恁讲，将来的新世界，人子坐伫伊阳光的宝座的时，恁对我的人会坐伫12宝座来审判以色列的12支族，为着我的名放杀家己的厝、兄弟姊妹、爸母、囝儿，也是残余的人，拢会得到百倍的保守，搁承受永远的活命。总是真侪第一个会做上落尾，上落尾会做第一。列位，假使你若彼得问耶稣讲，阮对你是会当得到啥？耶稣安尼甲你应讲，后摆你会当坐在遐审判12支，你敢袂讲？Hello， 我是要爱知影即摆会当得到啥呢？你咧甲我讲迄落代志，搁讲咧。第一，落尾做大先，大先咧做落尾，意思是讲，我有可能原来无法度。你讲我会当坐遐，有可能我嘛袂着呢。因为彼得问耶稣即个话，因一定感觉咱是咧创啥啦？耶稣了后受定死了后。我相信因感觉吼对毋着人，即3年了起啊，真自然的反应，敢毋是？咱今仔日有读约翰第21章15节到19节，我实在是爱对第1节读到19节，我惊互师父迄头壳真疼，所以我干那听几节啊，互你读倒哦。我有创。提先看，咱来看第1节到第3节，有伫个 PowerPoint 第1节到第3节吼，伊讲哦，后来耶稣佫佫伫提比利亚湖边对门徒，我读我会较紧啦，这看无啥有。伊讲后来耶稣佫伫提比利亚湖边对门徒显现的经过是安尼：西门彼得叫做双声的多马，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业，西比泰的2个囝，甲另外2个门徒拢做伙。西门彼得甲因讲：我要来去掠鱼。因甲伊讲：我嘛要甲你去。因出去上船迄暗，因掠拢无。伫遮吼，耶稣佫话，即个背景是啥？即个情啊，耶稣佫话了，已经显现2摆互因看。伫约翰20章遐，一摆耶稣显现的时，多马无伫遐；佫一摆多马甲因做伙时，耶稣佫显现出现一摆互因。因看到耶稣佫话因即摆讲法要去掠鱼啦。
啊吼，伫遮迄个名单吼，我甲算算的吼，有7个人，7个人有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就是西比太2个囝，就是彼得、雅各、约翰3个。以外吼，以外佫2个门徒，伊无写名，咱毋知影是啥人。佫一个是多马，佫一个是拿但业。因为多马甲拿但业拢毋是出讨伊人，因毋是讨伊人。因听到彼得讲要过来掠伊哦，因拢讲好，阮要甲你去。7个人，耶稣的学生迄阵犹大已经吊死啊，所以剩11个。11个中间7个哦要转去掠伊，这真正 7-11 哈，真正的 7-11啊，要对去掠伊。你想因是安怎要去掠伊？因已经有看到耶稣过活呢。我相信这圣经无写，我嘛无看别个注解，这是如果我头壳乌白想，我甲你讲是安怎？我想是吼，因知影耶稣过活，啊，佫去咧，生活还佫爱过呢，佫去要安怎？佫转来掠伊啊，无要安怎？换一句话来讲，因佫转去掠伊吼，是因感觉耶稣过活。OK， 拍拍手。啊，我生活爱过呢，所以迄个多马甲拿但业，因毋是讨伊人，因嘛乖乖啊，无来蒙学啊，无要安怎？生活是真现实的代志。还佫2个啥人咱毋知，因要佫倒转去。当第50甲第60，迄个。第40讲耶稣徛伫湖边，因去鬼暗掠无，耶稣徛伫湖边。第50，耶稣对因讲：少年人，恁掠有鱼无？因应讲无。伊甲因讲：甲网拍落去船的正边，就会掠着。因就拍落去，因为拍着真侪鱼，煞拖袂起来。认为这甲咱早起读的路加第5章第1节到11节同款，敢毋是？我真正感觉耶稣知影这学生佫转去掠伊。这学生若真正转去掠伊哦，伊国外的代志可能就袂通开啊。这是真严重啊，真要紧的一个关头，你知无？耶稣出现伫遐，迄个安排，甲因开始对伊的是完全共款。原来叫因拍网掠着伊，原来是因掠无鱼的时，耶稣出现。你说这真有意思，敢毋是？我毋知影别个牧师有安尼，我。实在讲，我读这个故事的时，我真正感觉耶稣真伟大呢。佫落去，耶稣伫伊的面头前食鱼互因看，食鱼互因看。了后，约翰伫第14节讲，即摆耶稣显现互学生看是第3遍。第14节，约翰写第3遍，前啊看2遍。甲对因拢无啥物影响，即边无共款，即边无共款，因要佫倒转去行因以前行的路。耶稣出现伫第15节到第19节，耶稣伫遐替因指出一条因着爱行的路。耶稣伫第15节，咱读着耶稣拄着彼得，伊问彼得讲：西门，你有听我无？伊问伊3摆，你会记得耶彼得3摆毋认耶稣？我敢若捌讲过，我真学落耶稣呢。伊3摆毋认耶稣，耶稣3摆问伊讲：你有听我无？迄是比甲对头壳甲牵落去，搁较疼呢。
那阵我吼，彼得讲伊要缀我去死吼，啊，佫3摆毋认我吼，我拄着这拄着彼得，那我拄着的时候，可能，Hello， 你毋是讲要缀我去死哦？啊你走要倒？你佫毋认我？耶稣拢无讲，3摆问伊你有听我？通过伊甲彼得的对话，伊指出一条路：牧养我的羊，饲我的羊仔囝。主日学囡仔，咱原来爱顾咧。耶稣叫咱饲伊的羊仔囝，饲伊的羊，饲伊的羊仔囝。相款的命令伫马太第28章，耶稣要上天以前，甲学生讲：恁着去普天下传福音。迄个耶稣的改变，伫路加第24章46节到49节，伊嘛甲学生讲：恁爱为着我的国话去做见证。因为伫遮，耶稣知影因的问题伫倒，伊显现互因看，甲因指出一条因着爱行的路。因为若莫耶稣安尼吼，遐个佫倒转去掠鱼吼，啊历史毋知要安怎定写，咱毋知呢，咱毋知呢。对咱的信仰，咱相信上帝会帮助咱行咱所着爱行的路。又帮助 Queen Elizabeth， 又帮助遐讨伊人，甚至伫咱感觉安尼做白工、做无彩工的时，你若注意，耶稣会出现，伊会带咱行咱应该着行的路，过去较深的所在去拍梦。检测咱拍的梦的所在伤浅，真安全，总是无去。这适用伫咱个人，适用伫咱的教会呢。咱大家拢经过pandemic安尼吼，办遐尼久。老实讲，伫迄个时阵，我嘛足悲观的呢。啊，咱这教会要搁开是要安怎？我今日咧欢喜一项讲。啊，教会佫开，甲我无关系，我退休啊，我拢免烦恼这代志啊。因为咱的人数有减少，所有的教会人数拢减少。伫美国真济牧师全咧离开教会，美国因的问题比咱较济，因有人种的问题，啊有即个哦，对 Trump 以后，因的政治的真济问题。啊，佮信仰的问题，伫教会内底，牧师毋知要安怎讲道，你讲的拢有人会反对，真济牧师I quit， 我不爱做啊。咱加拿大还佫毋免安尼。顶礼拜发生的代志，张传信牧师是我的cousin，我有甲伊讲几若摆话，我真正是。真感佩吼！我感觉我即个堂弟吼，实在是真才、真好的牧师。伊68岁啊呢，甲迄个凶手拼一岁啦。伊安尼牙医也甲伊牵，阮甲伊学了，伊甲我讲吼，伫迄个时阵吼，我无选择，真正。伊行伊应该行的路啦。换倒转来讲吼，我是还未看到。小李今仔日甲我讲有人留话，迄个 Facebook 还是讲教会吼，若要安尼吼，逐个都教会都爱囥穿才会使啦。哦，啊嘛有人都讲，啊有人讲来教会吼，都爱像咱机场的安尼行入去看，你看会比也袂比的啊。列瑞，耶稣基督教会绝对袂当做即个代志啦。这毋是咱应该行的路。咱只有会当求上帝怜悯啊！定，伊他无办法。
我知影，我毋是讲即个代志，咱安尼甲咱无关系。事实伫加州甲咱的关系，你偏偏是台湾人以外，你对敬拜的所在拍像台人，真济摆啊呢。有真济是拍黑人的教会，有人去拍迄个 Muslim 回教徒的教会，拍犹太人的会堂。即个代志发生真济摆呢，这是头一摆发生伫甲咱台湾人有关系。真艰苦心，即个世界变安尼，总是咱耶稣基督，咱做耶稣基督教，咱袂使为着惊死，啊，着啥物教会提成咯，啥物这里口即个物件，咱除了祈祷以外，一点仔办法都无，因为咱无应该行迄款的路。我真感谢即间教会，咱伫遮做伙安尼。我有老实甲恁讲，我一摆甲 Brian 牧师讲电话，我咧甲伊讲，咱即间教会啊，我嘛毋知伫遐偌久，伊甲我讲，我甲伊讨论，伊家己嘛甲我讲，毋是你尔呢，我的 congregation 比你个较细呢。有影啊，因别人伫遮教会，总是伊甲我讲吼，咱会当做。还佫需要做的是，咱爱继续，上帝会带咱。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因无想到迄日因拄着耶稣，变化会遐尼大。因嘛绝对无想着讲，因本来想要佫倒转去掠伊啊，耶稣佫转来找伊，上帝。是 full of surprise 的上帝，咱来参加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通过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因所拄着的，甲阮的主相拄迄个经验，互阮佫一摆想起阮大爱即个世界，主真正真乱，阮无人有法度通解决遮个问题。阮只有恳求你怜悯，即马连敬拜的所在，也有人要伤害，阮真痛心。总是阮也知，邪恶的势力不时伫阮的边仔。阮恳求你，互阮无放杀阮对你的信心，啊，阮也恳求你保守看顾。阮真感谢你，互阮。兄弟姊妹伫即个教会，抑佫会当用阮的母语伫遮三角敬拜，伫遮三交陪、三关怀。阮的人数无济，抑佫阮有伫你的厅内面的温暖。阮感谢你，恳求你保守阮每一个人。阮也为着身体欠安，袂当来到遮甲阮三角敬拜的兄弟姊妹。恳求你医治的手甲面上甲伫地，特别阮少年郑医师的老母甲家族，甲尔湾教会所有的兄弟姊妹，主阮恳求你安慰的神伫因的顶面，互阮搁较保守，你的保守，你的平安伫阮的中间。感谢你，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